新北市长侯友宜到新加坡访问，早起无公开的行程，也毋过互媒体来发现讲，早起的8点外，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孙海燕，伫个侯友宜过暝的饭店来现身，两个人是毋是有见面？外界真关心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带团去新加坡访问，第二天早起虽然无公开行程，不过有一位神秘人物出现伫伊大的饭店。早起8点50分左右，这个黑色的车出现伫侯友宜所住的香格里拉的饭店外口，车头插中国国旗，刷了无偌久，就出现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孙海燕的身影，直接上车离开。 两个人敢有见面讲偌久的话，这唔知影。这座侯友宜是有够低调，连房间拢是用私人的名义订的，唔是用新北市政府。早上去拜会一些公司部门，彼此之间做一个交流，然后对新北市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走向做一些充分的沟通。新加坡跟台湾都能够携手面对。 整个内政的相关的问题，以及外部的一个挑战。头一站公开行程，侯友宜选伫滨海湾的酒店参观历史影响的建筑，续来会到南洋理工大学了解创新中心，暗时会到牛顿的设施中心参访市场的改造。 明仔载将伫香格里拉饭店甲青年座谈，续来22拍算一下晡的班机返来台湾。4天3夜行程真保密，由国际交流的秘书处专权主导。听讲南洋议员想要摕到资料嘛无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出访新加坡，引起国内外关注。当地最大的《华人早报》也有相关篇幅的报道。 那当地媒体有高度的关注，这座包括去年9合1的大选，侯友宜选办发言人吴良贤、王敏旭拢随团出访，这座被当作是进军2024年的起手式，侯家军的身影更加引起各界联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